以下落嚟係一個可以快速減壓嘅呼吸方法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揾出一個舒服嘅姿勢，支撐住你嘅身體，但係唔需要讓你嘅身體承受太大嘅壓力。放鬆，專注喺我哋嘅呼吸上面。首先，我哋會用鼻吸一口大氣，一路吸到去最盡嘅時候，閉氣。喺呢個狀態底下，我哋再輕輕吸一口氣 ，hold 住，然後微笑，露出牙齒，讓空氣喺牙齒之間慢慢呼出。再嚟鼻吸 ，hold 住，再吸一口，微笑，讓空氣喺牙齒之間慢慢呼出。吸氣 ，hold 住，再吸一口，微笑，最後一次，吸氣，再吸一口，微笑，吸氣 ，hold 住，再吸一口，微笑，呼氣。可以回復正常呼吸。放鬆，專注呼吸。以下你嘅心情應該可以平靜落嚟。祝福你有最佳嘅狀態去面對之後要處理嘅事。